Hello， 欢迎收看《狗狗讲哈喂》，我是敏华。在开车的时候呢，我最喜欢听的就是客家的甜台，就是电台了。为什么呢？你不觉得内容非常丰富吗？而且我觉得特别的是，主持人都好厉害哦。主持人就是主持人，主持人就是主持人了。今天狗狗直击就带您呢去直击主持人、主持人。大家看看是不是很厉害呢？甜台主持人动作鸟。没有看稿子就能够直接开播，他们要介绍不同的音乐形态给观众朋友，不但要懂得够多，还要言之有物，所以得要不停的充实相关知识。嗨，这就是我们的主持人子燕姐，跟大家 say hello。嗨，各位乡亲大家好，我是主持人子燕。今天狗狗直击带观众走入公播甜台，看看主持人为什么这么厉害。原来平常得要多看新闻，多看杂志，还得要多听音乐，了解流行新趋势，才能够把这么多有趣的事说给观众听。刚刚听到喽，在甜台啊，听到我们子燕在广播，可以发现呢，她真的大力的在推广我们的客家文化。哎，当主持人，你觉得最难的地方在哪里？比方说我们两个角色对换，我来访谈你好了，然后你是一位惜字如金的艺人，那我就问你说啊，那我们不就问你啊，然后你只会回答我我们就说好，那我们接下来呢就来欣赏他的歌艺吧。你要能脱音，你也要能收。我觉得是专业主持人，就是你必须要去掌控的一个地方。想要当甜台主持人吗？把麦克风当听众，训练自己跟自己对话，你也有机会变成甜台主持人。今天呢，我们跟着敏华认识了许多不同的职业。当然喽，这些职业要怎么讲成客家话，就交给明珠我带大家复习一遍喽。来看到第一个词就是电台，甜台，甜台。第二个呢就是主持人，主持人，主持人。第三个，我们来学一整句话哦。来看这句话讲得非常的正确，就是电台主持人很专业。甜台主持人动专业，甜台主持人动专业。其实呢，不管是任何职业都是非常专业、非常值得大家敬佩的。大家加油了，我们下次见喽，拜拜。